真的是太……叶广啊，你怎么会来啊？我来找徐启章同学。徐启章吗？他不在。那有什么我可以帮你转达的吗？不用了，谢谢你。叶广，谢谢。哎，同学，哎，这个花是不是要交给那个陈老师吗？对，那个老师请你去办公室找他。他找我吗？很急哦。好。在这边啊！哎，不好意思。哎，有没有怎样？没关系。哦，不好意思。哦，我的话。哎，陈俊伟，老师说什么啊？等一下啊。陈俊伟。哎，叶广，徐启章，怎么会这样啊？刚沾到了。你等下不是还有事吗？来。走，我们去前面换。好，谢谢。怎么办？完蛋了啦！我等一下还要去接待外宾呢。这么大片，你干嘛？交换裤子啊，你穿我的，不然怎么办？你转过去了？干嘛？你害羞？我不习惯了。好了，你快去吧。可是我很紧张哎。不要紧张，就像上一次你带外国学校那样子就可以了。可以了。好。 So as you can see, the students in Haicheng are full of passion and energy. I have to say, your school is really good, amazing. Thank you so much for showing me around. It's my honor, sir. By the way, could you tell me where is your principal? I have some question to ask about, to provide me some idea and many things actually, because I'm really amazed. About that part, Sir, Yes, please. from my perspective, I recognize schools should establish a diversified way of development so that students can participate in intellectual affairs more, so as they will be able to broaden their horizons as early as possible. That's right. Thank you so much. It's my pleasure. Wonderful. this way, that way. 叶广，是学长。你不错嘛，难怪大家都说你是我的接班人。希望不是虚有其表，自己加油。会努力的，谢谢学长。而且你爸要给你一个新任务，要你选学生会长，你真正的应付得过来吗？有计划就没问题喽。好，好了，不聊这个了，我们现在整理资料吧。好啊。为什么我感觉瑞最近都在强颜欢笑啊？
需要先帮你点餐吗？不用，谢谢。好，那有什么需要再跟我说。谢谢。待会去帮你冰敷。好啊。魏光磊，你来啊？啊，你怎么又迟到了？还好吧？不是来了吗？这是我们菜单，需要帮你介绍吗？不用，谢谢。谢谢。好。你有发现我哪里不一样？哪里？口红，是你送我的，你还记得吗？哦，你看我都穿成这样了，不是说带我去吃意大利餐厅吗？怎么又来这里啊？这也很好啊，那也太贵了啦。所以你的意思是说，这些餐点你都点得起喽？可以啊，你想点什么就点什么，我不饿。好，那我点一个这个跟这个，还有这个跟这个。这么多，你吃得完吗？当然，还要点这个。啊？不好意思。Hello。我点餐。你要骗我？我没有骗你。你为什么要跟这个死高中生约会？我骗你。那你现在就叫他滚。快走！我拜托你，快点走！不要再纠缠我了。干嘛啦？哪位啊？这里店长怎样？怎么样？所以呢？知道他怎样人吗？妈的，死渣男！你再不滚就叫警卫来啊！笑啊！来呀！笑啊！笑。哎，下不去啊！喂，等一下啦！喂，寄放蛋糕忘了拿了。吃慢一点啦，不要再吃了啦！你不要管那么多好不好啊？就叫你不要再吃了，为了他不值得。他不管什么值不值得。我要去踩下车，你要跟我去吗？可以了啦。
戴紧啊，不然安全帽戴那么松干嘛？你这裤子那么多洞，你不会冷吗？不会啦，走了。哦，好，表演顺利哦。嗯。徐徐章，我爱你。小心哦。徐章，徐。你有前面一台机车。海飞哥，哎，赶快继续准备啊！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有场吗？可以，赶快继续，谢谢。没关系，我打给我朋友就好。好。你不就是那个启章的朋友叶广吗？嗯，我是。你怎么？Benny，他我们朋友啊，等等开演直接让他进去就好。好 ，OK。哎，阿正，你要准备了。好，先进去哦，等等见。交给你了。好，那你就先那边稍坐一下，待会儿带你进去。嗯，好，谢谢。慢慢靠近 ，and the sky keep 你拉近，雨和你的距离随着风流浪，是遗还在回荡。慢慢靠近 ，then nothing can be me 决定，我和你的续集就只为你唱，不断重复，快放。走在78的中的操场，海水不知代表成长。它会冲洗掉所有迷茫，宇宙漫步，张开翅膀，做自己，拼了命，不怕那点梦醒 ，Never giving， 目标固定，有你的心。